嗱，今日咧就係2025年嘅9月24號，星期三嘅下晝咧，已經係2點半鐘啦。咁國內咧，而家北京時間啊，就係加3個鐘頭，5點半鐘啊，即係凌晨嘅5點半鐘。國內禮拜四。應該大家都未起床噶啦，都未瞓醒覺噶啦嚇。咁因為5點幾鐘咪最好瞓呢，都係4點鐘到5點鐘呢個時間係最好瞓嘅。但係呢啲都係我個人嘅啫，即係我個人係4點鐘到5點鐘到6點鐘呢個時間係比較眼瞓嘅。因為以往我係上過夜班。我又開過嗰啲夜車啊，即係我揸嗰啲咁嘅貨櫃車嘅時候呢，咁係4點鐘開始到6點鐘呢3個鐘頭呢，非常之疲勞嘅。咁過咗呢個時間呢，就再到9點零鐘，嗰時候7點鐘到9點鐘呢段時間呢，稍為呢又會精神好多，因為你睇到日出啊嘛，咁睇到嗰個熱頭啊，即係升起啦，咁嗰唔係叫夕陽啊，嗰啲日出啊咁啊。但係再到9點鐘嘅時候，又會有個眼瞓嘅呢個乜嘢嘢。當然係上夜班就係呢個咁嘅情況咯。24號啦，仲有6日時間啊。咁我而家又唔知道今個月咧究竟有冇31號咧？即係9月啊！我好多時候都唔睇日期嘅，所以就不管點都好啊，仲有1個禮拜咧，就係長假期啦，長假期。呢個10月1號呢個國慶節啦咁樣。呢2日咁我咧就密切留意朋友圈啦，咁樣好多人咧即係發嗰啲信息咧，都係關於呢個咁嘅颱風登陸。咁亦睇到啲視頻，非常之好犀利啊！即係好大風啊，吹到啲浪啊，咁樣哇恐怖咯！一個香港嗰邊啲水仲犀利添啊！啲海水衝入嗰啲咁嘅茶餐廳入邊，嗰啲鋪頭入邊咯，咁樣可想而知咧，呢個颱風咧係比較來勢洶洶啦嚇，來勢洶湧。咁珠海嗰邊、深圳嗰邊都係有波及。另外咧又係陽江嗰邊啦。咁我睇到我表妹佢琴日發嘅嗰啲咁嘅即係圖像啊，嗰啲視頻啊，就陽江而係有颱風噶嘛，咁樣睇到嗰啲馬路上啊，嗰啲狂風驟雨，嗰啲咁嘅交警啊喺度維持秩序啊，喺度疏理交通啊，仲有嗰啲咁嘅嘢。所以呢個颱風咧係比較犀利啲。咁廣州嘅地理位置咧，我好似早2日我講過啦。廣州呢個地方咧，北京係歷史上選擇呢個地方，肯定佢就係比較安全啲啦。但係都會有影響嘅，會嗰啲咁嘅啲風啊，仲有啲雨啊，都會有嘅。所以喺度咧就係注意下安全咯。咁樣冇咩必要嘅話咧，都係留喺屋企度啊，睇下電視啊，打下邊爐啊，或者喺屋企煮飯咯。咁樣即係盡量避免出去行街咯。因為即係颱風嘅嘢咧，啲風啊，咁你啲樹葉啊、樹枝啊，仲有嗰啲陽台啊，有時有啲雜物咧，俾啲風吹咧，就會跌落嚟噶嘛。所以咧，咁
係比較危險啲咯。咁所以冇咩話緊要嘅事情就少出啲門，特別係我爸爸啦，我爸爸咁樣嚇，所以應該就唔會出門口噶啦。最怕咧就係喺即係冇風嘅情況，亦冇咩徵兆嘅情況下，即係話出邊風平浪靜嘅時候，你出去買啲嘢啊，或者出去行一行咧，咁係會有。但係突然間，因為嗰啲咁嘅颱風咧，真係唔知幾時突然間會出現噶嘛，咁樣最怕就措手不及咯。所以盡量就喺屋企度咯，喺屋企度咁睇下電視或者新聞啦。咁我爸爸咧又中意睇新聞嘅，其他嗰啲都連續劇啊，即係啲嘢都好少睇，就睇啲歷史上嘅嘢。咁你可以睇下手機新聞啦，手機新聞。其實我爸爸嘅眼睛咧，即係個視力係好好嘅，啲視力即係到一定嘅年齡啊，嗰個視力會好翻嘅。啲老花眼又係，啲老花眼咧，咁到咗60歲、70歲嘅時候，佢啲眼睛又冇咗老花嘅，係有得幾年時間，有得10年時間老花，但係慢慢會咩嘅？呢個就係個眼睛嘅嗰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啲嘢，即係我係聽人講，就未有話真正係咪真嘅咁樣。所以咁我爸爸睇手機啊，睇新聞咯，咁所以基本上嘅話咧，都係應該可以照顧到自己咯。另外咧，都係我亦知道而家咧食飯方面啊，我爸爸咧亦係可以即係有飯食啦，咁樣嚇，即係唔係動手自己煮嗰隻咯。咁我妹啊，咁都會陪伴我爸爸左右啦，咁即係有啲溫馨嘅嗰個家庭嘅溫暖啦。咁作為我亦係非常之放心咯，即係咁。所以我而家唔係話成日幫爸爸喺微信上去講啲咩信息，雖然話少，都係少咁我翻嚟呢幾個月咧，亦係只有一次電話嘅溝通嘅啫，微信嘅溝通，咁就大概情況咧，即係我咧都係知道嘅。所以以前我爸爸都講過啊嘛，最緊要咧就係要照顧好自己，咁樣都係對親人咧係最大嘅嗰個最大嘅一個福報咯，福物報，即係最大嘅安慰咯。咁自己照顧自己，咁樣冇病冇痛啊，咁樣親人都係會喺呢方面咧，起碼就會放心啲咯。所以即係呢樣嘢。咁當然啦，我爸爸咧就話有咩嘢咧，就多啲幫個妹溝通下，要知道啲情況啦，咁嚇。所以呢樣嘢咁我都會睇到。咁而家外山啊，喺悉尼嗰邊咧又好順利啦。過悉尼嗰邊坐飛機啊，過到嗰邊啊，嗰啲咁嘅住宿舍啊，仲有自己可以照顧自己啊，即係個外山啊，咁又進入咗嗰啲咁嘅狀態啦，即係慢慢
都走上正軌啦。咁呢樣嘢就咁樣。咁所以我亦知道咯。咁大概都我呢個情況，我每日都係做日記，我啲視頻日記，我唔係攞筆寫日記嘅，我係攞視頻做日記。咁樣我每日都係拍視頻呢樣嘢，對我嚟講咧都係可以堅持得到嘅。即係呢種已經係形成一種習慣嘅嘢，冇話一種好大嘅壓力。呢種係最好嘅啦。咁樣，所以其實呢啲視頻比任何文字、圖片都要真實。我咁樣拍張照片啊，咁樣都係有啲有啲變形嘅，即係照片啊嗰啲嘢唔可以反映真實嘅嘢咯。咁樣文字上嘅嘢咧係經過思想推敲嘅咯。但我呢種咧，即係我呢種拍視頻咧，我係從來唔去準備我需要講啲乜嘢嘢嘅，最好唔好準備。呢個先係嗰個真實嘅狀態咯。咁如果你係寫啲稿啊，攞啲稿啊咁樣寫定咁樣好似讀稿件咁咧，呢樣嘢未必係一個真實嘅嗰種感覺喺度，因為經過考慮啊嘛。經過深思熟慮去講嘅嘢，不埋此時此刻呢啲冇準備嘅嘢係唔同嘅。深思熟慮嘅嘢係好完美嘅，即係非常之完美啊！起碼唔會講錯啊，喺語法上、喺邏輯上都非常之好。嗰啲咁，所以會修飾，即係會係去修改你嗰啲咁嘅一個稿你會改動邊句寫得好，邊句唔好你會乜嘢？咁像我呢啲咧就唔存在呢個問題，因為我冇準備嘅，所以我係習慣咗係冇準備嘅嘢。所以話今個月9月份究竟有幾多日子，我冇話專程去睇下9月份有冇31號，睇過晒啦，準備好晒啲嘢啦，咁喺呢度喺度講出嚟，所以呢樣嘢呢個即係呢係一個真實嘅嘢啊，所以我覺得咁樣係現場嘅感覺係最好。一個精神面貌、精神狀態係點？嗰個喜樂哀愁都係會有表現出嚟嘅。呢樣嘢係呃唔到人嘅事情，呃唔到。有時心情唔好嘅時候可能會你會發吽哣噶嘛。咁如果你心情好嘅時候，你又會好輕盈咁樣，你又會輕鬆好多。啲嘢就係咁，所以咁呢幾個月嚟講下，大概都有每一日都係拍1輯視頻到2輯、3輯，亦冇講話拍1輯嘅，因為我有時突然間想我又想傾下偈，坐喺度傾下偈。有一種慾望喺度，所以亦唔分每日更新幾多咧。反正呢段時間都係咁嘅生活食嘢方面一般早上我都係9點鐘醒，10點鐘起床，咁食啲粥
做早上咁樣一啲粥啊嗰啲嘢，咁中午有時煮個飯，或者有時乾脆就係粥咯，咁都幾好。嗰啲嘅冰箱嗰度咧就好多雞髀、牛肉、羊肉、雞蛋。另外咧，個後花園嗰度咧，亦係有嗰啲番薯葉。咁有時我都會出去買啲乜嘢，啲嘢都有。所以冰箱嗰邊，即係對我嚟講啊，即係話有牛奶啊，有咩啊咁樣。另外咧，我自己亦係食嗰啲咁嘅魚缸油啊，魚缸油即係嗰啲保健嗰啲魚缸油啊，嗰種都有啲鈣片之類啲嘢。咁就呢三餐嚟講，都係可以。咁嘢係休息方面，休息方面咧，有時咧我晚上係3點鐘瞓，有時係12點鐘瞓，最遲咧都唔會1點鐘，都係啲3個鐘頭時間，即係11點鐘、12點鐘、1點鐘。咁有時咧，我中意喺度瞓覺咧，我就會聽新聞，我就唔係睇新聞嘅，我係攞耳仔聽下，聽下就眼瞓，咁都睡眠方面都可以。夢見我媽咪咧，都有3次、4次嘅，好似3次。咁我媽咪都託夢俾我，佢應該我媽咪在天之靈佢都會放心即係起碼放心啦咁我都會照顧自己咯，可以照顧自己啦啲嘢，亦唔好讓阿媽咪過多咁操心因為佢即係我感覺到咧，即係佢都係即係睇到我或者感覺到我嘅，所以咁即係自己咪心情愉悅啲咯，心情愉悅啲，又咁樣最緊要咧，即係唔好餓親。我媽咪以前係最擔心我咧，就係即係餓親啦咁樣，即係驚我營養不良啊。咁所以我嘢係好緊咁樣記得有時候我老媽子咧，即係真係太愛自己嗰啲仔女啦，即係咁。所以就算而家我講翻我媽咪，我自己心裏都有觸動嘅，即係內心有觸動，即係有種母愛嘅媽咪怕我冇得食，亦怕我咧就係疲勞，唔好搞壞身體佢即係我媽咪曾經都唔放心我，即係話唔識照顧自己，又唔識照顧自己身體所以呢一點咁，我嗰時候都係向我媽咪保證嘅，即係要好啲咯。咁我媽咪出咗院門之後咧，咁我亦係時時刻刻都記住媽咪曾經幫我講嘅嘢咯。咁所以我亦曾經講過呢個人之髮膚，受之於父母，即係自己身上嘅嘢都係父母俾嘅。咁樣你要愛惜自己，你係孝順，你係對媽咪嘅一種承諾。首先對媽咪一種承諾先啦，因為佢的確係好關心，有時佢又放唔低，即係我知道佢係放唔低
自己嘅仔女嘅身體啊、飲食啊各方面都係放唔低嘅呢樣嘢。咁所以我係時刻，即係我時刻記住呢樣嘢嘅，而且係仲要嚴於律己，嚴於律己好多嘢。咁所以係唔會話輕易咁樣去糟蹋自己。我亦覺得咧，就係生活係好美好嘅，嘢係熱愛生活，即係我覺得生活好好，即係唔係話嗰種啊所謂嘅嗰個躺平嗰種美好，而係即係對生活啦、對人生啊、對我哋呢個世界啊，我都係抱住一種非常樂觀，而且亦好感恩，亦感覺到就係人與自然啦，一種和諧嘅共處啊。所以呢啲嘢咧，我媽咪嘅期待啊，好多嘢啊，即係做仔嘅咧，當然我係可以感覺到。所以咩叫話母子連心呢樣嘢就係咁。所以呢啲就係對自己一種約束力嚟嘅。其他嘢話咩大道理啊，唔需要講。最關鍵嘅就係一種約束力，就係自己嘅媽咪嗰種母愛啊，咁仲有爸爸啦咁樣嚇。爸爸作為一個男人，即係我亦係一個男人嚟嘅，所以男人當然諗嘅嘢咧就係男人應該係有一個獨立能力，好多嘢咧就係要自己想自己要會照顧自己先，呢個係肯定。喺生活方面啊、處理方面啊，都係要求自己嘅仔嘅要有自己嘅立場，一個想法。所以我爸爸當然咧就係希望我咧就係有好嘅一個工作啦。工作咧又唔好話太過操勞，但係咧作為男人嘛都要有啲事業心啊。即係作為爸爸啦咁肯定係想自己仔有啲事業心啦唔係一個平庸嗰啲咁。但係不管點都好咧，嘢係最緊要而家咧，我爸爸也想自己嘅仔女能夠健康咯。呢個嘢係又好緊要。所以無論媽咪又好，爸爸又好，呢啲嘢咧，做仔嘅咧，即係到而家嚟講咧，即係我都係其實我內心都係好記住嘅，好記住。即係而家嘅嘢唔係話而家，即係唔係而家先係會記得呢樣嘢，而係呢樣嘢又係從細。有啲嘢就係你好難解釋得到係咩原因。反正其實細嗰時候都係呢方面，好多時候都會諗到呢個即係父母嗰啲，即係話關心自己係感覺到。雖然話有時教嘅方法未必係好完美，但係望子成龍想自己嘅仔女將來有事業有一個好單位，呢啲都係期望住能夠可以
達成一些父母啊嗰啲咁嘅願望啦，咁樣呢樣嘢。所以呢啲嘢咧，其實咧，呢啲係我內心嘅呢個世界上咧，呢啲我都係永遠都係時刻係謹記喺心嘅，唔會話忘記咗呢樣嘢，唔係話做其他嘅嘢就忘記咗自己究竟你活着，你係一個充實嘅人，或一個空殼。係咪一個空殼？一個空殼嘅人係冇靈魂啊嘛。人係要有靈魂嘅，而係有自己嘅嗰個獨立一面，仲有自己嘅嗰個見解，好多方面呢樣嘢。即係翻一句話，細個時候亦係養育之恩啦，亦係即係呢個成長嘅過程啊，讀書一直到你18歲之後啦，咁你出社會喺即係喺社會上有自己嘅天地所以呢啲都係一種天下父母一種好期待嘅嗰種感覺，都希望有一個好嘅一個未來。呢樣嘢方法唔同，但係實踐願望係一樣嘅。呢樣嘢首先同我花咗咁多篇幅講呢番説話咧，而係即係如同我幫我爸爸面對面咁樣去父子之間講心事，係一樣嘅。所以呢啲係我哋父子之間嗰啲咁嘅可以講自己做仔嘅內心嘅一種所想啩咁當然啦，光陰似箭就日如梭我哋細個時候爸爸媽媽都後生嗰時候80年代咁父母都係40歲，90年代就50歲，2000年就60歲，2010年就70歲，2025年就86歲，我媽咪85歲，咁呢個成長呢個路上係真係一個正常嘅軌道而係人生從童年到少年到中年到老年，呢個係一個規律嚟嘅。每個人都係有年輕嘅時候，每個人有童年嘅時候，父母亦有自己童年嘅時候，每一個人都有童年嘅時候，都係咁樣成長父母亦有父母，父母亦有父母我哋有我哋嘅祖宗好似我爸爸亦有自己嘅父母，佢嘅父母有佢嘅父母，一直可能清朝人、明朝人、元朝人、宋朝人即係沿住。當然祖宗一句話就係祖宗但係無論係點樣都希望啲子子孫孫都係一直沿住落去，係咁所以生老病死呢啲嘢咧係
係一個規律嚟嘅，一個規律嚟嘅。呢啲係不以自己嘅意志可以轉移得到，要正視呢方面嘅嘢，離離合合，而係好，而係常態，而係常態。咁啊，當然一但凡好多仔女啊，幫埋父母啊，分開啊，而係一種常態。而好多啲留學生遠渡重洋去求學亦帶住父母嘅期望去學習，只要能夠學業進步呢個獨立，咁啊作為父母亦好放心。你正因為點解要放心咧？即係人就係或者某一日未必能夠照顧得到你，你都係仲有一個人去面對。呢個就係人生。好多嘢係唔捨得㗎，即係等於我媽咪啫嘛。佢當時係唔捨得，佢係唔捨得㗎，即係佢覺得佢好遺憾咯。即係好多嘢係好留戀嘅。佢孫仲有兄弟姊妹仲有好多太多唔捨得嘅嘢。呢啲嘢就係咁。但好多嘢都係每個人都要經歷，避免唔到。所以既然係不可避免嘅嘢，咁我哋每個人呢就要振作咯，咁樣，所以係要，即係要自己好多時候要自己去自律啦，盡量好好咁樣生活好好咁樣去照顧自己人。咁爸爸咧，又係真係要好好咁樣去當然啦，食就唔成問題啦。爸爸就食咩都唔成問題啦，因為亦係每個月有退休金啦，有嗰個醫保啦咁樣。呢度唔成問題，關鍵咧就係仲係思想方面，最緊要唔好思慮，唔好話焦慮感幸唔幸福，其實取決於你嘅思想有冇嗰種喜悅嘅感覺。嗰種喜悅嘅感覺咧，係錢物質都係唔一定換得返嚟嘅。雖然話物質上錢係可以讓人喜悅，但係要不斷咁刺激即係打個比喻物質，或者你今日食3餐海味，可能你會心情會好好，但係呢個係短期嘅一個心理上嘅一個喜悅。咁如果你話想長嘅，即係能夠話喺咩嘢情況下都能夠60%呢樣嘢就要你自我調節所以咁即係要靠自己調節自己嘅內心嘅嘢咯呢個先係真正我所擔心嘅嘢咧，就係即係當然爸爸要擔心自己仔啦，自己仔又擔心爸爸啦。個關鍵就係呢個心情，呢個好緊要。焦慮嘅嘢，無論你幾多錢都好，都係唔得幸福嘅。而有焦慮感係冇幸福嘅，所以只能夠話你要保持一種
心態，一種積極啊、喜悅啊，呢樣嘢先係永恆上嘅嘢，係先可以長治久安嘅一個健康嘅一個保證。所以但凡心情唔好啊、燥啊或者咩嘢呢樣嘢都會影響到身體健康息息相關。所以呢個嘢係最讓我擔心最讓我擔心嘅地方。所以點先能夠話要喜悅咧？呢樣嘢就係一種自我修行。自我修行，多啲睇積極嘅嘢積極嘅嗰啲積極嘅各方面嘅嗰啲咁嘅一個態度啦嚇。而家真係講態度知彼知己先可以能夠從容噶嘛。好啦，呢度有講咗35分鐘，咁啊講到呢度，一陣間再講啦。